大灣區新居裝修實錄合集3，安裝空調。第二集我講買咗5台冷氣機，喺呢度要補充2點。第一，我話冷氣機呢個詞係用錯咗嘅，應該更正為空調機，因為佢可以出冷氣又可以出暖氣。正如佢嘅口號話，20秒涼爽，40秒暖房。第二，我買嘅係科隆空調，科隆呢個品牌香港人應該未聽過，香港人淨係會知道美的同埋格力，因為咧科隆空調淨係做國內市場。其實科隆係海信旗下嘅一個品牌，據說咧科隆係國內第一家出產空調機嘅。如果上百度搜尋空調排名咧，科隆空調排第6，的確排喺格力同埋美的之後，無怪乎科隆售價係比美的平啦。安裝空調嘅師傅知道我當日下午要搭4點43分嘅高鐵離開，而我屋企有5台空調要安裝，佢都盡量爭取早啲嚟開工嘅。前日係約好咗科隆嘅師傅，今朝早8點鐘嚟裝冷氣。咁咧我就於是喺酒店嗰邊一早就退房，咁啊坐網約車7點幾就趕到過嚟自己單位啦。點知等到8點10分，佢就打電話嚟話仲在路上，仲要可能過多半小時先嚟到。咁咧我原本嘅計劃咧就諗住佢哋嚟咗之後，我就落去下邊嗰度嘆翻個早餐嘅。咁所以咧就而家就唔得啦。於是我就即刻落去下邊咧打包買上嚟食，19蚊呢一堆啊，慢慢咁等個科隆嘅師傅嚟。師傅終於喺9點33分到咗啦。原來係一對雌雄師傅。首先安裝廳嘅3匹空調機。安裝空調係要高空工作，卻係冇搭棚嘅。整緊呢一台係啲3匹機嚟嘅，係擺廳嗰部3匹機。師傅話會出先鋒嘅，呢一部係最新款嘅，係最好嘅機喎。那老往裡頭跑。不是，你看那個邊兒，對好，對好那個邊兒就 OK 了。而家安裝緊個漏電保護器，係俾嗰部3匹機用嘅。漏電保護器裝好啦，漏電保護器接好空調機嘅電線同埋冚蓋。而家裝緊啲冷氣機嘅喉管，都差唔多裝好啦。哇！話說要將呢個50公斤重嘅室外機抬上去，再轉過去隔離嗰個安裝位置，真係勁，好誇張。好啦，而家呢個女大力士就要將嗰部機咧抬過去啦。哇！2個人合力，真係唔簡單。希望佢哋順利做得完啦，應該得嘅。這邊
先种上的呀？对呀，陈正先收上来。哎，走，走轻点，中完了，走轻点，走动了。走，哎。哇！呢、個50公斤嘅嘢，俾呢個女大力士推咗上去個欄杆上面啦。你別推呀！推啥？你往前走，我拽。啊，你推不推去了吗？我赶緊走。別等了啊！哎，推，趕緊推。然后把这边抬上。你再往那边去呢。 2分鐘之後，我拽直呗。好啦，終於成功啦！好嘢，好嘢！而家係11點40分，呢一部3匹機終於安裝完成啦，用咗1個多小時。咁照師傅講咧，呢一部機係最難裝嘅。咁首先就已經做完咗先。咁即刻開嚟測試，發覺咧佢係出冷風係好快嘅，大概唔使1分鐘咧，已經咧係有啲好涼嘅風吹出嚟啦。咁個睇嚟咧係十分之好嘅。起初因為佢哋遲到，我對呢對雌雄師傅嘅印象唔係幾好，但係見識過佢哋嘅身手之後，心中折服，對佢哋產生由衷嘅敬佩。剛才講到安裝咗第一台冷氣機。我大約中午12點正就落去樓下食飯，雌雄師傅就繼續工作。只會勞動不會食飯，真係超人。國家多咗呢啲超人，無怪乎短時間之內就可以崛起。食完中午飯翻到嚟1點鐘，呢一間房嘅冷氣已經裝好咗啦，都十分涼快。仲有呢間主人房嘅冷氣亦都裝好咗。即係話咧，佢哋大概用咗1個鐘頭時間。就已經再裝上咗2部冷氣啦。安裝衣帽間嘅冷氣。推着干啥？我要把自己推上。衣帽間嘅室外機要從隔離洗手間吊上去嘅。来，没有吗？拽。啊？呀呀，那个窗户是不是得关上啊？啊？这个窗户。好。 呢一招係獨臂舉機。第4部冷氣又裝好咗啦，佢哋都要收工啦，因為咧第5部就裝唔到，第5部咧應該要係裝呢一間房嘅，第5部就裝呢度。咁咧，但係咧呢一個窿咧就塞咗，係唔通嘅。 所以咧應該今日就裝唔到啦，咁佢哋就收工去做下一單。我要等我哋物業管理嗰邊派工程人嚟開通翻個窿，先至再叫佢哋嚟再裝埋最後一步。好啦，師傅要走啦，我都要俾翻相關嘅費用。咁師傅開咗呢張單俾我，第一漏電保護器90蚊。 第二，高空作業費300蚊。第三，平台支架3個。原來咧每個細冷氣機嘅室外機咧要用支架托起嘅，每個支架80蚊，乘3即係240蚊。第四項，3匹冷氣機嘅不鏽鋼支架，呢個支架咧係貴一啲嘅，係150蚊。全部費用總共係780蚊。師傅叫我回覆公司話安裝工作全部完成，
佢答應等個窿開通翻之後就通知佢會翻嚟完成最後一台冷氣嘅。個工錢就包括喺今次裏面㗎啦。最後一個冷氣機咧就留翻喺度，留翻下次再嚟裝，等佢打好個窿先再裝啦。結果空調個窿要經過3個星期先至係打通到，之後約師傅都唔係好順利。佢哋好多時候喺四會工作，唔係成日喺鼎湖區嘅，都約唔到。最後約到7月3號，佢哋嚟啦。用咗1個多鐘頭，最後第5台冷氣機都裝完啦。我就俾咗80蚊支架費，係用嚟承托室外機嘅。另外，我每位師傅都俾咗1個紅包，因為我屋企個空調個窿堵塞，就要佢哋走多咗1次。紅包算係俾佢哋一啲少少嘅心意。最後總結一下，5台冷氣機嘅安裝費用係咁嘅。高空作業費300蚊，漏電保護器90蚊，平台支架係4個320蚊，3筆機平台支架一共係150蚊，總共係860蚊。喺香港安裝一部分體冷氣機，淨係搭棚都要幾千蚊。而家我裝5台都係860蚊，我感覺到喺大灣區生活好幸福。科隆空調機嘅用後報告。我覺得科隆空調機係有瑕疵嘅。3個月之後，雜物房嘅空調機只係出暖風，唔出冷風，需要維修。另外，大半年之後，主人房嘅空調機發生輕微滴水，2次都維修妥當，而家係能夠正常使用啦。多謝各位觀賞，請點讚、訂閱同轉發啦。